今日上午約9時45分，上環德輔道中一商業中心外發生街頭搶劫案，兩名分別27歲及51歲嘅日籍男子，攜同約9000萬日元現金，折合約450萬港元，準備到找換店兌換。消息指，兩人早上乘航機抵港，在機場入境大堂領取行李時，曾與人爭執，其後乘的士前往上環，至德輔道中下車期間，兩名身穿深色衣物嘅匪徒突然由的士下車，搶走其中一個背包，內有約5800萬日元，折合約290萬港元，隨即登上一輛白色私家車逃去，往西區海底隧道方向駛離。兌換店職員目擊事件後報警，警員到場封鎖一帶，並帶走事主返警署協助調查。警方接報後，在九龍多處高速公路布防，但暫未有發現。案件涉及巨額現金，行劫過程迅速，顯示匪徒行動有組織。值得注意嘅係，上環去年12月亦曾發生涉及10億日元嘅劫案，警方當時拘捕15人，其中多人有黑社會背景。